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阿东病院一名40多岁护理师注疫苗5分钟了后，出现新冠头皮泡菜、起青毛的过敏反应，好在并无严重。中型海运的货船佮卡伫苏乌斯运河，影响到国际的货运，嘛造成国际原油的价格嘛对起。先车先来看，今仔日国内增加3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自菲律宾和美国入境。另外，针对咱国出现第一个自 AZ 疫苗其他严重不良事件的反应，指挥中心是表示这个案本身就对相关的食物有过敏也毋过其他自同一款疫苗的人拢是无出现状况，所以目前指挥中心来听伊是下晡上盖新的说明。3例的境外移入的 COVID-19 的病例是分别自菲律宾跟美国入境。昨天有新增了5件的不良事件通报，那其中1件归到其他严重不良事件。那这个个案其实它是因为有这个过去有食物跟药物的过敏史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打了疫苗之后，也立刻在观察30分钟有做立刻的一个给药的措施啊。他给的药其实是抗组织胺跟类固醇所以也不是给这个肾上腺素施打的过程的时候刚好就在这个加护病房旁边所以他们就移到加护病房。其实这个个案事实上不需要到加护病房了同批号的这个施打的其他人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比较像就是一个比较稀少的一个偶发事件。咱国内礼拜一开始注 AZ 疫苗，传出阿东病院一名40多岁护理师注5分钟了后，出现新冠头皮泡菜、起青毛的过敏反应。按照流程，先将伊送到加护病房去观察。卫生福利部的处长赵昌良是表示，这护理师并无出现严重不良的反应，早起嘛已经离开加护病房。目前全台湾是有4000个医术人员有注 AZ 疫苗，有7个人出现小可不良的反应。国内开始注 AZ 新冠疫苗，到达进入第4天，即马传出有医护人员注了后出现急性过敏的反应，是一个40多岁阿东病院的护理师。24早起注 AZ 疫苗5分钟了后，开始出现心肝头皮泡菜、起青毛急性的过敏反应，不过血压一直维持伫170，心脏无点起。伊当阵伫半点钟的观察期间，现场有随甲注类固醇、甲抗组织胺来处理。而且以原来当人注疫苗紧急事件处理的流程，送去加护病院观察1天了后，早起已经出院。这一位护理同仁呢，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那么院方为了慎重起见，把他这个安置在这个加护病房，那么进行观察。那这中间的生命真相也都很稳定，所以初步的研判呢，也不属于严重的这个不良反应。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到24暗时为止，全台湾拢总有4000个医术人员注 AZ 疫苗，差不多有7个人出现较轻不良的反应。一个护理师伫注疫苗了后出现过敏的反应。赵忠良表示，注疫苗了后的过敏是甲个人的体质有关系，若是同一款疫苗，敢若有一个个案发生不良的反应，安尼就毋是疫苗出问题。因若原本指挥中心已经配送58间医疗院所会当注疫苗，会阁增加14间会当注。体内可能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抗体会认识这个抗原，然后很快就驱动一个免疫反应。因为免疫反应如果急性的免疫反应是可以很快驱动的。从国外的个案分析知道说，如果以前打过疫苗，有比较严重过敏的，别的或是有别的严重过敏史的，就比较容易。可是这是唯一目前找得到的。医师表示，注疫苗了后产生的反应甲体质有关系，有一寡民众的体质确实是伫咧注了后有较大的反应。根据外国观察的数据发现讲，注 AZ 疫苗引起过敏性心脏病气的几率差不多是10万分之1。因若亚洲国家最近才刚开始注，敢会亚洲人较高发生过敏，也搁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F1战斗机失事已经第4天，飞官潘英敦阁还未找到人。早起海军陆战队嘛准备要畅水去找人，也毋过因为海象无介好，到当时阁还无法度出海。军方表示，搜救的行动并未受到黄金72点钟的影响，国军会继续搜救，一直到找到人为止。
穿着唱水衫、亮起蛙人起小艇，等着海上变好要随时出发。现场伫个屏东兰陵渔港，要来找驾驶着 F-5E 战斗机落海失联的飞官潘颖尊，已经是第4天。前3天虽然找着残骸、军鞋啊、甲救生衣，却犹原找无本人。25号早时，加上海军陆战队的蛙人要为水下去找。3艘的橡皮艇，既有海军陆战队2栖征收大队征收2中队派遣13名官兵。搜索的区域是九鹏沙滩跟礁盘地区的结合部，往南延伸到鹿寮地区。目前找到物品线伫个港仔村，还有兰陵渔港当中，军方研判伊嘛有可能伫落海了后，卡伫石棚当中无法度脱困。除了原有的案件搜寻要加入水下，加上空拍机，但是因为天气无好，红雀无人机还有蛙人到中岛进前都无法度顶动。救人的黄金72点钟，指挥官强调无时间的限制，一定会全力来找人。我们没有所谓的72小时，我们会持续的继续努力。搜寻到潘教官，目前没有终止的时间。今晚我处理，安尼张阮太太，阮2个阿某轮流咧找啦。为着要找失联的飞官，附近的民众嘛来加入，更加是有人翁仔某是逐工轮流拢到海边骑沙滩车来找人。台东的空勤直升机25号早时嘛持续伫个失事的海域来找，就是希望全国来到3天，赶紧甲人找回来。记者王刘婷、明昭宽、张明哲，屏东台东报道。F-5E 战机失事，造成飞官1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立法院强调讲，会继续搜救，因为国防部嘛准备要甲战机的单射翼换掉，也毋过有议员的质疑讲 F-5 战机嘛伫要退休咯，敢会造成浪费？部长是表示，飞官的性命上重要，袂有浪费的问题。徛喺密爱1分钟，空军2台 F-5机战机伫咧例行训练时阵发生烧浪的意外，2位飞官就为殉职，就为有缘失联。国防部长邱国正到立法院做报告，强调搜救工作未停来，都持续在做。我来之前他还跟我回报，现在动员兵力也不少，但是我们不是讲说做个样子，对的，我们很诚恳，也跟家里面跟他家属做报告。就说我们的搜救不会停止。外界伫咧关心，为什么变化队形是造成意外的潜在原因？邱国正讲，这也怪调查，所来听书会依照委员会调查。即马国防部正伫咧换各战机的弹射椅啊，也毋过 F-5机机型会伫2024年全部拢退役，是毋是有效益？对此，邱国正讲，人命较重要，无啥物浪费无浪费的问题。目前已经协调加紧汰换。冠盟这个中校他殉职以后就开始做这作业，但目前为止作业都完成，而且第一批我们按照这个规定的话，要等到1年半以后才能获得。但空军很努力，也持续跟这些公司取得一个小协议，还是要考量安全为着眼，但速度要加快。空军讲，去年12月已经做好弹射椅的研究分析报告，国防部伫今年2月同期。像上讲，就要到明年年底才能摕到椅啊。经过协调，讲会当提前到今年12月就到货，按算伫咧5、6月签约。国防部伫咧3月19批准，今年会编3000多万的预算做第1年的经费应急。记者综合报道。中英海运一只大货船甲苏伊士运河卡条的，造成南北二路拢塌条的，全球货运嘛受影响。即嘛造成国际原油的价格嘛堆起。有专家是指出要甲这只船拖走，可能要过几啊天，甚至是几啊礼拜。一只怪手伫货船的船头边咧乌刷，要甲水路乌较快咧。毋过这大细只是天差地。中央海运的大只货船中士号受到透风甲沙尘暴的影响，伫咧苏伊士运河靠搭，造成连同后亚海域的水路运输南北向规个塌掉咧。埃及的官员是真无奈伫咧运河台面，而且派拖船要紧找出解决的方法。So it's a really serious incident. You know, and if you think how fragile, it shows you how fragil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can be at times. And as we rely on shipping to deliver all that
medical equipment, the fuel, the food, the other supplies. This is quite a critical moment. 排水量有22万吨的中数号，船身有400公尺长，若甲拆起来是比法国埃菲尔铁塔324米还阁较悬。这只货船大呢调伫苏伊士运河超过40点钟，有100多只货船受到影响，敢若会当伫运河外口排队。全球差不多12%的贸易量，还阁有逐工差不多100万桶的石油，拢是经过苏伊士运河通行的。因为安尼，二市中场油价强烈反弹，美国原油是起5.9%。Anytime you see these kind of crazy market disruptions, it's usually a benefit to the owners of the ships, right? Both for tankers, container ships, anything that's stuck, but also for the commodity that's being moved. 原本就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真大的全球航运系统、甲能源供应链，即马阁受到中数号扩大的冲击。荷兰苏准公司博威海事已经派差不多10个专家去到处理，而且研判，这可能都要几啊天，甚至是几啊礼拜的时间，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故排除。记者综合报道。科化严重，为了避免新竹科航园区无水通用，自来水公司开放厂商申请北水南运。今仔透早就有水车去载水。另外有立委是指出，台北市的水费比其他县市还俗，要求经济部爱检讨。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地是讲哦，无即款代志，嘛呼吁中央应该提悬用水大户的水费。水车一透早就开往台湾自来水公司标定净水厂，将水车补完水，刷落来倒尾直送新竹科航园区，全台水情食力。为了避免新竹科航园区供水道红顶，台水开放厂商申请支援北水南送。工作人员表示，即马逐工走4抓是常态。有诶讲要一工走4抓啦，后走2抓诶啦。因为伊这即摆还未正式24小时互你来，伊即摆是互你8点到5点。中央电风顶开抗可汗大作战，有立委指出，台北所得较悬，毋过水价比其他县市俗，要求经济部检讨，提出北水、台水的价格评估，研究合理的汇率，引起台北市长郭文地不满，提起数据反驳。郭文地强调，民生用水是民生必需品，无起价是采取价计少。一般家庭逐个月用水伫20度以下维持每度5块，无调整大约是占60%。将对逐个月超过1000度的大用水户，自原先的每度7.6块起到20块，起挖3倍。那个用水大户，你就要发展那个节水的措施嘛，要给他一点压力，所以我们用差别汇率。所以事实上，事实的真相是，台北市的水费没有比那个台水的便宜。建议台水也可以比照台北市用一样的制度啊。立委提议，应该将台水、北水的水价调整为全国单一水价，同款5种机构，予多数的人合理，减少民怨。郭文地反击，建议台水比照北市用同款的制度，唔通过讲来讲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特别开始了。帛琉总统带领的访问团按算3月28到4月7日要来台湾。外交部表示会安排访问团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咱们来听外交部的说明。帛琉政府也希望能够跟台湾，不论是在观光、医疗、航空业界等各界的友人，能够持续的深化互动。因此，惠淑仁总统他也会前往南台湾来参访我国的船舶制造业以及水产养殖业的相关的公司。外交部表示，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跟外交部会分别来款待访问团。帛琉总统嘛伫台湾来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宣传帛琉的观光，嘛希望会使顺便会使先线招商哦。访问团按算会伫4月7日，这头一帮旅游气泡的飞轮机，甲游客做伙登去帛琉。咱台湾甲帛琉特别启动的海外旅游，因为是亚太区的头一个，真受到期待。因为旅客爱先伫机场采检，所以嘛要求旅客爱伫飞机起飞前5点钟半，就爱先到机场去准备。桃园机场冷清清，即马逐工入出境旅客大约3000左右。台湾帛琉旅游专案首发团将伫4月7日出发，这是疫情发生了后，台湾头一摆启动的海外旅游，受到民众高度关注甲期待。不用
是不用隔离会比较方便，是的。对，他是期不期待说我们这个旅游泡泡的开放边境会更加方便？非常期待，希望能够开放边境，让我们旅游更方便。不错啊，隔离当然是对大家都不方便嘛。那我想劳民伤财，那当然疫情，那我觉得也是要考量啦。那缩短时间，我觉得是未来趋势啦。李航站3楼出境大厅北平通道。车拉报道柜台附近采检站等的时间，旅游专案陆客出境，目前是团体集合了后采检，检体会统一送到玻璃糖园病院检测，处理核酸检验阴性报告了后，就会当办理登机报道。按照一般旅客出境作业，有计起飞进前5点半钟就要到机场。进行团体的集结之后，会到这个部分进行采检作业。采检完毕之后呢，旅客必须要大概等3.5个小时取得的 PCR 的阴性报告证明之后，办理报到作业。旅游泡泡在有航班的那一天，大概出境会有220个人，入境大概也是220个人，所以在整体的比重来讲，可望可以增加大约8%到10%。台湾甲北流的旅游专案是国门解封大进展，未来若会当继续增加更加侪点，也会当带动桃园机场旅运量。记者综合报道。3月24是美国的港港港收日，美国总统拜登特别奖接见美国女子脚球队的球星拉皮诺。拜登嘛签署一份宣言来纪念这天。拉皮诺是指出，就算因摕到4座的世界杯冠军，甲4面的奥运金牌，伊嘛是无法度甲男子脚球队的球员有同款的待遇。汤姆尼·芬阿瑟是美国女子脚球队球星拉皮诺，伫3月24今年美国东港冬休日来到白宫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接见。拉皮诺指出，因的付出甲训练拢甲男子队同款，甚至成绩也更加好。And I've helped, along with all of my teammates virtually here today, one teammate literally here today, win 4 World Cup championships and 4 Olympic gold meda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spite those wins, I've been devalued, I've been disrespected, and dismissed because I am a woman.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宣言来纪念这一天。拜登政府当咧推行真侪项的政策，包括薪水平等保护法，来确保薪资只受到工作能力甲资历影响。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an electrician, an accountant, or part of the best damn soccer team in the world. The pay gap is real, and this team is living proof that you can be the very best at what you do and still have to fight for equal pay. 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贺锦丽表示，家己是担任真济职位的第一位女性，伊认为应该采取集体行动来引起全国关注。You talk to me about women's issues, and I look at them and I say, you know what? I am so glad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he economy. Because that's the reality. When you deal with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America, you must address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women. 在接受拜登接见之前，拉皮诺也出席一场国会小组听证会，伊再次呼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并且答应会甲队友同齐扛起重担。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顶礼拜，一台游览车伫苏花公路弄山壁，造成来人死亡。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暗表示讲，要调回共一间公司出产的718台游览车，伫清明节连假之前完成检查。这2天卖来公布事故详细报告。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壁6个人死亡的事故，运安会介入调查，认定游览车车体结构可能有系统性的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下令，由公路总局甲车辆安全审验中心调回生产这届事故车辆的明星事业公司，生产的718架游览车进行安全的检核。座椅甲车相夹的所在设计敢有问题，敢有照原本设计来做，是检测的重点。我们是针对打造公司，他过去所打的来做一个召回跟检查。那最重要就是说，虽然应安会还没有报告出来，但是我们觉得风险不能冒了哈，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车安中心、公路总局在清明年假前把这个检查工作把它完成。
交通部表示，针对这届事故，会内部检讨游览车评鉴机制引擎、甲车安中心安检的制度，敢有死角擦，而且调查敢有涉及行政疏失。因若第一批调回718架游览车，按算伫清明连续假期进前完成检测。雄雄去用调回，而且下令检修完成进前袂当营运。游览车的业者是错一条，因讲这些车拢是通过政府的检测才出厂，这些业者嘛是受害者。才有拿到认证资料，监理所也检验完毕。那现在突然一个应安会说这可能不安全，就要叫我们召回，这实在是让我们，如果说您是一个消费者，你们怎么会接受？当然业者会很反弹的。游览车全国联合工会表示，4月份当是国民旅游的高峰期，交通部发布调回信息，予旅行社甲游览车坐坐订单拢互退了了，无论是啥物车款，拢去予客户退订。业者会持续甲交通部订正，因若认定游览车的车体有结构问题的运安会，再去持续开会，按算伫拜五进前发布疏化游览车事故的机动安全通告，对游览车调回会有更较具体完整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苏花公路游览车的事故，运安会长表示，游览车车体结构有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昨要求该公司的718台游览车全部要调回检查。业者是表示，因的车体拢有符合法规，愿意配合调查。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壁的事故，因为运安会初步发现游览车的车体结构有系统性的问题。制造这台事故游览车的车体业者民生实业所生产的718台游览车，因为安尼，互交通部下令调回。25号透早，回厂保养的司机听到消息，非常的生气。700几个家庭拢无帮人吃啊！你政府跟我开玩笑啊！我要安怎？我们怎么办？这车800几万买的呢。所以讲，即马搁咧瞧就对啊。哎呀，你无瞧，我唔知，我唔知死，我要食啥？游览车司机也唔知影消息，伫咧台南林德的民生实业照常上班，现场嘛还未看到有车辆互调回。业者出面回应，强调制造的车体拢有符合法规甲检验。本公司制造的车体皆符合法规及车辆检验。对于这起意外，本公司将全力配合运安会的调查。交通部因为安全考量调回全部的车辆，但疏发事故肇事原因还未厘清，就宣布调回。嘛，互司机对政府发声，希望政府会当甲业者协商，卖互司机的饭碗受到影响。记者温正雄、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政府推出房地合一税2点扣，要来阻止炒房，无考虑囤房税。早起立法院办公听会，有学者批评政府是在拍假球，反而讲厝价嘛是愈来愈悬。也毋过财政部长苏建荣是表示，因为囤房税跟社会层面相过复杂，伫短期内底，政府确实无考虑要来调悬囤房税。我们先推房地合一税，那囤房税第一个目前的机制事实上都已经有了。在开公听会进前，财政部长苏建荣先表达政府的立场，讲未搁再加重囤房税，因为有租金转户厝卡的问题。搁再加上现有的囤房税机制已经有够，若搁调悬，恐惊伤及就无高。而且地方政府的税基若无调悬，恐惊意义无大。也毋过学者认为，囤房税实施要7年，也毋过税率的基准只敢若1.5%，因为税率低对囤房的大户来讲是无要无紧。在最近6年来，囤房的情形正严重，几落间厝的自然人平均是5.5户，几落间厝的法人平均是持有25.4户。因为这个租税会转嫁，所以我们就不做这个税制改革啊，这个是笑话。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营业税课了也会让转嫁给消费者，那是不是营业税要停征或减征？房地合一税推动，其实如果没有囤房做配套的话，其实大家就会转为囤房的诱因会增加。也毋过不动产业者认为，囤房税无应该搁再加重，政府想要拍炒房。也毋过，若出手伤重，会变做拍房，恐惊会甲好不容易复苏的经济搁扭来，搁加上建筑业即马是欠工欠料，同时也搁央行所推出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恐惊政府只会拍到交易量，也毋过厝价恐惊扭袂来。大概会下浮3-4成以上买卖，但是价格不会跌，缺工问题、材料涨问题、土地涨上来，根本是跌不下去。也毋过，咨询团队讲，政府伫咧拟定囤房税进前，应该将真实的数据公布出来，
和各界了解台湾盾棒的情形。另外，也积极行政机讲，若加重盾棒税，会影响78万的租户，等于是全台湾的租住族拢会受影响。不过，伫大部分的厝主拢无正式宣布租税的所得的情形下，提出这种讲法，和社运团体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民间推动维诺建本的重建，内政部提出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要甲流程简单化，提悬用这种类等等的办法。条约立委嘛有提出无同款的修正草案。另外，所谓身份证的争议，监察院调查是指出，内政部采购的过程无妥当，部长徐国勇表示尊重，嘛强调讲，目前是会以制定专法的方向来进行。为着要鼓励民间加速推动维诺建物的重建，内政部提出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第61条，也个第65条的条文修正草案，要甲拆除也是沙域协调定数简化，包括相关机关认定是海沙污，也是对应付地动能力不足的建物，会当用建筑法第81条规定定数办理，但是依然有立委质疑认定的公正性。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测。因为他怕检测的时候会降低他的房子的价值，所以你有高氯离子的跟这个耐震能力不足的，其实比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应该更多吧？为什么之前我们都锁定在6层楼以上？也是因为它的从这个耐震结构设计来讲，6层楼以下这方面的疑虑是比较少的。为维罗有认定定数到提悬奖励上限，条约立委拢有提案修正版本，佮有包括甲广告方式因应网络媒体时代为登报修正是以网络的方式广告。草案会进行审议，但必须立委关心的，佮有所谓身份证的争议。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内政部采购过程欠妥当，对此徐国勇表示尊重嘛，强调目前为制定专法的方向行。监察院的报告我们都尊重，不过它里面对于采购的程序一切合法他对于法治的方面，他也认为说制定专法可能是个比较好的方式。那我们事实上也往这方面在走。徐国勇嘛强调，采购相关设备所开的3亿外无导销的问题，中央印制厂嘛提出这设备未来也是会当使用，内政部拢会依照契约来进行。对所谓身份证的进度，徐国勇讲目前也无时间表。记者郭灿郭志玲台北报道。经过4个月改善，台中捷运今仔早起重新开放1个月免费试营运。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6点就甲市民做伙来坐头一班车。市政府表示，会阁利用1个月试营运来继续检讨改进。日来到捷运站，这阵特殊教育班的学生是真欢喜，因为这天是因第1届坐捷运。虽然路卡的老师斗3天，不过规4届对因来讲，拢是真心实的体验。因是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伫台中捷运佮在试营运的头1天来体验。老师讲，为着互因接触中部第1条捷运，过程是袂当凊彩。请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位置坐的时候，必须要紧握扶手，或者是紧握这个拉环。那如果说上来有位置坐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让一些行动不便的同学先坐在椅子上。一位妈妈也带囡仔坐电母车来坐捷运，恢复试营运的头1日，实际来车厢和车站行搭，感觉是拢有改善。像他这种不爱坐的话，都是做粉红色的，那他的规划动线也都算蛮好的。台中捷运去年11月因为连接器的心断过，经过4个外月的改善，3月25搁再全时段试营运，民众摕电子票证就通免钱坐车。透早6点外，市长罗秀燕也对北屯总站坐头班车，和市民体验台中捷运重心试行。我们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一定要让它完工通车。又高兴又百感交集，然后又觉得责任重大。罗秀燕表示，除了强调安全，也希望台中捷运紧对着其他捷运系统的水准。中捷表示，虽然列车唔免派人驶，但是要是有人伫车顶监控状况，随时修正，为后个月4月25日通车做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回灵关处理的严明各中，因为对学生仔的头毛佮服装拢管甲真严格，嘛因为分数来拍学生，教育处这个检纪有要求学校爱调整。也毋过早起有立委是指出，到打嘛是有学生仔，因为考试的成绩上过歹，作业上万交互拍，要求教育部佮教育处应该爱好好处理。
云林县延平国中防指控讲服装仪容对头到脚关了，各有学生防不当体罚。教育部已经完成调查。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讲，因为报告敢若一页尔，内容确实有讲到无落实正向管教的事实，请共党的云林县议员廖旭贤公开教育处的调查资料。曾经被打被处罚的3层，然后再来曾经被打过手心啊、屁股用藤条、用棍子的4层。然后因为成绩未达1分以下的就有3层。王婉如讲，延平的服装仪容规定有改善，不过不当体罚也是阁有。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代替投诉的学生表示，因捌因为成绩因为较慢交作业，就去互拍。老师都设了80分的门槛，对，那少1分，就要打1下。他那时候多错了4题，就被叫上台打了4下。然后当场手心就流血了，还有同学因为作业迟交被罚了起立蹲下300下。廖旭贤强调讲，当地有民意代表的囡仔伫咧延平读册，家长大部分拢是认同体罚会当鼓励成绩进步。就目进前，互其他的民意代表提醒讲，若是要继续选，就莫压出来。也若是教育部是回应讲，这寡指控拢是较早的通案，目前无体罚的情形。因为它没有个案出来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是一个通案性的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也要求学校，在这个部分不管是说什么分数啦，或者是其他部分，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能有体罚的事件发生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是认为讲，教育处是公然在讲白贼，也若是延平国中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因为是大用国中，一年接受教育部8000万的补助，采用公立的收费。教育部应该减少因招生的名额，甲因处罚，而且对体罚的老师可以用无责任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查到网络平台的拔脚集团设网站，互人来拔脚平台赚超过上亿。最近因为生意合歹，现场的头家就要求员工每一个人拢爱有2000万的业绩，无得登去食家己。警方嘛怀疑讲背后有黑道的控制，目前是搁继续的追查。大批警力破门攻坚，嫌犯也未负反应，就互警员当场压制逮捕。犯案用的手机、电脑、背包也同齐被抓到登去侦办，破获藏伫新北土城的网络拔脚机房。以张姓主嫌为首的跨国性网络赌博犯罪集团，并且逮捕了共犯8人。经初步清查的结果，该犯罪集团的不法利得逾新台币9亿元。家伫头前的都是现场的主嫌，警方发现伊涉嫌架设非法拔脚网站，提供败家乐等游戏，为109年到打赚上亿的不法所得，甚至威胁旗下员工，每个月业绩需要达标2000万，若无就是扣假裁员。互警方查获的，也有台中西屯这处网络拔脚集团。那经营非法拔脚网站，也涉嫌假拔脚真诈骗。警方当进一步调查厘清，只是为108年到即马，不法利得已经超过6亿。即摆警方扫动2件网络拔脚集团，拢总有13名嫌犯落网。伊违反自重拔脚等罪，移送地检署侦办，也不排除幕后金主有帮派涉入。主头的部分都曾经有帮派成员涉入，后续也会持续来针对幕后的金主及主使者的部分来追查是否与帮派有关。另外，警方自3月15到22日执行土地拔脚专案，已经查缉57件，拢总323人，有不少是天道名、特定班等人。未来也将进一步的追查，敢是有更加侪帮派涉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的垦荒是56年来上严重。农委会早起嘛公布过去8冬各有林地火灾的统计，有9成8火灾拢是人为造成的。最近大又搁要开始备忘，林务局嘛呼吁大家金纸唔通乌白夜，粪扫嘛唔通乌白蛋，才袂引起火灾。为了拍花中华的林地火灾，村落来火，消防员只好冒生命的危险，伫街边拍火非常危险。因为台湾遭有56年来上大的垦荒，农委会林务局25举行记者会，公布过去8年来各有林地
发生316件的火灾，其中3回到4回都有125件占瓦西城，件数上侪县市是台中市、南投县甲高雄市。分析原因，达到98.1%的林地火灾拢是人为引起的。里面有山老鼠的这个纵火，第二个是当地有工程不小心引燃的，第三个毗邻的农地农民在烧垦或烧垃圾。另外呢，扫墓，那扫墓其实现在才要进入旺季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因为当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4月是中南部的野火较会发生的季节，后礼拜就是清明连假，农委会也呼吁民众扫墓祭祖，千万唔通乱压银纸，也是乱弹粉屑，以免引起火灾。那清明节的话，大家会烧。就是扫墓会烧那个银纸那这类似这种可能引起火灾的这一个情形的话呢，我们不得不小心。林务局强调，根据松林法，松地放火者上悬会当处10年的徒刑，并且需要负起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回收者每案上悬会当得到10万的破案奖金，情节重大会当提悬到100万。也强调，每一摆的林地火灾拢需要动用大批人力进行移火拍花的动作。拍火兄弟的辛苦，不是外人会当体会，希望民众同齐来协防。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减损的导出，今年的产量冇增加，也毋过花莲观光后乡专门咧办减损的阿美族人，所以因为减损拢卖袂出去，真无奈。因讲计销嘛已经比去年较低咯，佮销袂出去，希望大家会使斗宣传。受到今年华东地区雨量充足的影响，花莲观后乡的减损产量是直头增加，平均一个农民2天就会当采收100多公斤，毋过摕去路边卖，煞无啥生理。才会卖袂出去的减损，2天就会变质。若是无满，佫会去互动物食去。今年产量很多，但是销路不好。如果没什么人进的话，要放在冰箱冷藏。山上现在动物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也不见得有笋可以采，因为都被动物吃。根据光丰农会统计，光复地区正减损的面积有120公顷，1公顷会当生产3000公斤的减损，总产量差不多是36万公斤，是袂少花莲地区的原住民当年3、4个月的家庭收入之一。因会协助斗卖，也有加工保存。箭竹笋的前中后的价格前面价格比较高到中间可能就是量多了，可能价格比较低，后面又会上扬每一年我们都会做加工疏解它产期集中的一个压力啦。今嘛，搁较害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真侪大型的产销活动拢已经停办，减损的品质搁较好，饲草嘛真歹。目前产地计销一斤是200块，已经比去年一斤300块加真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昨暗发生2桩火灾，伫岛内新义宫一个70岁庙公走袂赴不幸过往。另外是台塑6间南亚公司的海防总场嘛烧起来，虽然无人受伤，也毋过4颗位啊拢是乌烟甲摆味。环保局嘛开出罚单。真侪人伫咧斗六市新义宫头前关心庙公敢有救出来。24点8点外，云林县强风寮忝顶的新义宫导火。警消人员到场了10分钟就把火拍花，不过70几岁姓林的庙公，互人伫咧庙后边起的临时厝发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本局的抢救人员立即布水线，还有利用破坏器材破坏铁卷门进入搜救那经过抢救之后那不幸还是在现场发现1名罹难者。导火的所在是庙后边临时的铁皮厝，内面有囤真侪金纸。消防人员将铁皮击开了，才有法度入去拍火。庙公的查某朋友讲，庙公脚部方面未火走，因那导火原因也搁伫咧查。脚无法度搁行出来，伊本身是家己脚嘛迄落做人。同款伫云林台塑6轻工业区南亚公司海防总厂的一连顺厂，24点6点外导火庆烟，云林消防局出动8台车来拍火，顺利把火控制掉。好佳在无人员伤亡，不过现场有一阵的臭味。环保局也派人对水抑个附近的空气采样，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前一站台语歌手张雅文传出得到帕金森氏症，这种病是一种脑部退化的疾病。昨昏有朋友出面呼吁政府，希望健保会使来给付脑部侵占刺激手术的费用，来减轻朋友的负担。很多的事业主会怕我们在行动方面上面会跌倒或受伤，所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力就否定掉了。同款是帕金森氏症的朋友，讲到家己破病后，面对真侪生活上的困难，除了这，伫医疗上嘛有沉重的负担。其中一项脑部侵占刺激术，主要用伫医师开脑过程中定位的医材，一摆就要几十万。朋友希望会当纳入健保专业给付。我还没做手术之前，是全身都在倒。因为要负担那么多，金额有减免一些，我才做手术啊。那现在就做完手术以后改善很多。捌执行这项手术的医师讲，目前放伫患者体内医材，健保确实有给付，不过伫脑部手术的过程中，用来提升准确性的定位系统等等，因为医疗上属于选配的部分，袂当健保支付，自费就要20-30万，但是因为是大手术，嘛无人会去省这条钱。这个立体定位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越精准越好，因为1或2毫米的偏差，其实那个电极的效果不止没效，可能会电到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副作用。与会健保署官员表示，这项开脑手术的给付项目已经有逐年纳入健保，对朋友提出的部分，因会搁伫年底前参专家来讨论。另外，朋友嘛希望会当甲帕金森氏症对慢性病该列做重大伤病，健保署嘛回应会搁寻求专家意见。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云林埔尾有12个老人食堂，本地每一个社区是家己买菜家己煮。不过最近这12个食堂甲西里果菜市场合作做伙采购，公所来统一配送，减少社区之间采买麻烦。做伙买嘛使摕到较好的绩效，是1减2个。一箱搁一箱的菜放入去货车内底，准备要再去互长辈食。云林埔尾镇的中青食堂，原本实在是爱各社区家己负责，不过最近改做伫镇公所统一配送，是搁较利便。解决这个问题是云林镇民代表主席林家宏，伊和西里果菜市场参详，得到支持，甲一寡青菜伫统一的地点，互职工来载。咱埔尾镇吼，即摆拢总有12个长青食堂，是由12个长青食堂每一个承办人出去买菜。有的去西里啦，有的透过各种管道，不管在价格上面，或者是运送方面，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家宏就来甲西里果菜市场，甲这个农产行跟盘口来商量，获得雅芳农产行这个阿店人阿某大力的支持。当地里长是表示讲，有这个方式实在是减轻因的负担，大家拢真娱乐。食堂的长辈嘛真肯定这的菜色。像我自己要开车到西螺菜市场来买，这一次有那林主席跟我们争取这个菜过来我们就不要到西螺那边去买了。不会说今天吃那个还是烧粿饭退菜退掉社会。食堂的经营是爱靠乡亲做伙打拼，相信有这款新的制度，大家拢真欢喜。除了食饭这个方式，也互社区之间互相斗相共，培养感情，实在是1减2个。这个长青市场来讲真的帮助很多啊！除了可以省下一些那个菜的费用之外我们无形当中还会跟一些社区做一个互动大家互相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4口尾拢是海洋意识嘛哪受到重视。来看一位真资深的唱水教练郭道林，伊早期帮软时来起山房，互软时会使安心心生炭。伊嘛已经投入海洋生态保育几10年咯。伊嘛是一位专业海底营养师。今仔暗时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的节目，伊特别请观众朋友来分享伊对大海的欣赏、学到的代志。过来，好，好。
自细汉就正喜伫溪边伫溪仔耍水掠鱼。读高中的时阵，经常甲同学对台北坐车到家人的北斗仔游水钓鱼。第一届正抢手的机会，伊报名唱水的课程。对迄阵啊开始，郭道林就行入去海底世界，高达已经超过40年。你趣味啊，新鲜啊，落水了后看遐侪鱼啊，人佫是伫无重力的状态，所以讲足新鲜的。一开始敢若是趣味尔尔，伊唱水的路线对台湾4口野开始，后来有机会到国外海底去唱水，这一切嘛是拢为着要甲海底生物愈海挖近。甲野生动物鱼啊互动的时阵，你都可以当成是一种回馈，他愿意接纳你，伊就自然就走伊来遮，到你手头，到你边啊。只是讲，伫海底世界，毋是每一届拢是风景云白。郭道林有几啊届险啊失去性命，看伫本地拢对伫郭道林身躯边做伙工作的太太眼内，伊嘛体会到每一届的唱水任务拢爱顾好好家己。尾啊，阮就讲养成这种习惯，就是自立自强。阮的习惯就是，咱要做啥物代志，咱家己顾家己，除了需要团队的一寡合作了以外，真正的就是家己爱顾家己，唔免等别人来甲咱救，袂赴啊。这几年来，郭道林正积极投入海洋保育的工作，嘛协助公共电视来去海洋生态节目的水下连影。郭道林嘛呼吁讲，政府甲民间会使做伙拍拼，互台湾的海洋生态未来会使有愈较精彩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伊之前宣布讲，消费者未来会使使用比特币这款虚拟的货币来买特斯拉。迄当时消息一出来，比特币就随起3%哦。目前1块的比特币差不多是新台币152万，也毋过嘛是大起大落。有人认为这是非常投机的商品。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推特发一条消息宣布讲，即马会当用比特币买特斯拉，而且强调用比特币买特斯拉的车会用比特币来算，未换做其他的法定货币。今年伫美国以外地区也开放这个选项。消息传出，随调动虚拟货币，比特币的计效起3%。目前上新的交易计效是1个比特币换算美金53000多块，那换算台票差不多152万卡价。马斯克今年1月一份予美国证交委员会文件就讲，伊开15亿美金投资比特币。迄当阵比特币一日起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成交量增加，价钱拢高涨。马斯克希望以后买任何产品拢会当用比特币付。I had a checklist in my mind. Number one was scale. I had to see Bitcoin getting to at least 100 million users globally. We believe it's above that now, but we also believe due to its exponential growth, it will reach 1 billion users by 2025. 分析师讲，因为新冠疫情所启动的经济复苏的计划，可能让比特币将做对抗美金一直半的偏险货币。即马有愈来愈多投资人转向另类的投资，无法度代替虚拟货币就是其中之一。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2当前，全球第一场乌空的相片公布，咱的中研院嘛有参加这个全球的计划。最近团队又叫翕到 N87 星系中心的影像，是乌空4颗野主场结果，咱嘛做伙来看卖。画面上发着感觉红色的光环，这张是2019年4月人类史上第一遍公布的乌洞的影像画面。甲这张今年3月新相片看起来差不多，不过意义是差真多。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obtained a direct polarization image of a black hole, from which we could infer the magnetic field structure. This result opens up a new era of black hole research. M87 星系离地球5500万光年，其实的乌洞喷流延伸到5000光年。学界已经知影乌洞喷流甲乌洞周边的磁场有关系，不过伊是安怎产生，物质如果是安怎落入去乌洞，这个拢是也唔知的谜。而这卖偏正光影像解析是重要的关键。首度可以在黑洞周围，发现分析磁场的结构，
那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跟理论模型做验证。我们发现的磁场结构跟我们2年前的模型比对的预测的黑洞特性也是相当符合。黑洞的影像本身呢，就是可以告诉我们黑洞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黑洞是什么吞噬气体的，以及黑洞是怎么造成喷流的。那透过偏振光的观测呢，我们可以知道黑洞附近的磁场的分布是怎么样，可以知道黑洞的附近的磁场强度是如何，我们就可以用来去鉴别哪一些理论呢会是比较正确的理论。偏振就是敢若亲像磁场的指纹，会当解释黑洞周边的磁场结构。中研院团队参加是行世界望远镜 EHT 国际合作计划。这边所公布的偏振光的影像，主要使用嘅演算法，其中一套就是由中研院所研发。对目前所掌握的黑洞的实际情形来看，未来应该当对其他黑洞提供更加深入的研究想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动物有自我再生的能力，长脚长手嘛，佫会家己生出来。日本最近就发现讲，海底水鸡就算头甲身躯分开嘛袂死，佫会当继续活落去。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山藤清香第一遍发现，长期起来做研究的海洋软体动物原变海天牛，只敢剩一粒头，也佫有法度飞来飛去。意図的に彼らが意図的に切ったのではない個体の首を縛ってみたら、やっぱり自節が起こってみんな再生するっていうのが見られたので。实验显示，互缩下拔掉颔管下的原变海天牛，慢慢开始长尾救生的自我停止。22点真久了，头甲身体已经完全拢分开。头的空嘴一天就合起来，7天了，头以下开始生出新的心脏甲右脚，心脏会跳，身体也愈来愈大。第17天就完全重生。这种超强的再生力，本来是出现伫咧扁形虫这款较简单的家顶的生物，不过伫咧海阔鱼这种较复杂的动物发现是第一遍。研究人员认为，头长期的空嘴应该有一种干细胞，会当互身体再生。因为为什么会主动埋伫大部分的身体？原因可能是为了要清除抑制体内寄生虫。奈良大学的这项发现会降低未来新的研究范围。But we can learn the mechanisms of regeneration from the sea stacks and may use such information for human medical sciences. But that's a very long way. 一个研究团队长期研究原变海天牛，是因为因有所谓的惰食体质，将海草类的食物加大量的叶绿素用入体内，做光合作用，取得能量。敢若是晒日头就当活真久，超强的再生能力是意外发现。当然，惰食体质也是互因无心脏加身体，一个人长时间存活，一直经过再生完成的重要原因。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